心房顫動係心律不正其中一種，即係心跳跳得唔規律，時快時慢。有時病人會覺得心跳跳得好亂喎，但係有時咧可以係完全冇症狀嘅。好多時係真係心臟功能受到影響，心臟衰竭，甚至係中風嘅時候先發現。心律不正同埋呢個心房顫動咧係最嚴重，可以引致中風，比起一般人咧係高出5倍。一般建議咧係高危嘅人士啦，就值得進行呢個篩查，例如係65歲以上啦，本身有高血壓、糖尿、膽固醇，甚至係睡眠窒息或者係有甲狀腺功能受影響嘅病人都值得篩查，因為如果一個有效嘅篩查咧，可以作出正確嘅診斷，就可以減低中風嘅風險。其實篩查最簡單咧就係把脈啦。可能我哋有時見醫生嘅時候都會摸我哋嘅脈搏嘅喎，咁醫生就會感覺得到你嘅脈搏跳得唔規律，即係話打拍子點解有時快有時慢，咁呢個係初步嘅篩查。咁另外而家咧好多我哋都有戴嘅智能手錶啦，咁其實佢都有呢個功能嘅喎，佢係可以有效檢測到你有心律不正嘅情況。咁其實呢個係可以作為參考，雖然佢唔夠醫療儀器準，但係已經可以作出一個我哋有個警號喎，我哋要再進一步去測清楚係咪有心房顫動，或者要見醫生作進一步嘅治療啦。最簡單嘅診斷咧，就係做一張靜態心電圖，咁就已經有效作出心房顫動嘅診斷。咁但係有時心房顫動唔係每一時每一秒都發生，可能佢係偶發性，所以就會做一個長時間嘅監測，可能係一個監測器貼喺皮膚嗰度，咁可以維持72小時啦，甚至係7日咁長嘅時間都得。但係再偶發性啲嘅，我哋曾經有病人可能佢幾個月先發一次，但係佢又係高危人士已經可能發生過有啲併發症，咁我哋就會建議一個植入式嘅循環記錄器，咁呢個可以長達2至3年，可以有效咁診斷心房顫動。因為心房顫動咧係一個心跳唔規律啦，令到個心房唔能夠有效咁收縮。咁血塊咧就形成喺左心耳，當呢個血塊脫落嚟嘅時候咧，佢就經血液嘅系統啦，就去到腦部，咁形成一個中風。醫生咧會根據病人嘅背景啦、佢嘅年齡啦，同埋佢本身患病，去用唔同嘅評分工具評估個病人出血定係中風機會高啲嘅。醫生會根據 Chat2Fast 或者 Hesplat 嘅評分工具去評估病人出血同埋中風嘅風險，決定進唔進行呢個抗凝血嘅治療嘅。咁其實藥物治療咧最主要就係想減低中風嘅風險，首選就係新一代嘅抗凝血藥。咁新一代嘅抗凝血藥咧，佢對其他食物嘅相衝係比較少，亦都唔需要話定期抽血檢測啦，因為佢嘅藥效非常穩定，咁令病人嘅生活咧係方便好多。當病人唔能夠進食呢啲抗凝血藥，又或者出血風險比較高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考慮同病人做手術，例如係左心耳堵塞術啦。醫生會根據病人嘅病情、生活習慣同埋風險去制定適合佢嘅治療方案。例如某啲病人可能適合食抗凝血藥，有啲就適合做手術，所以個治療方案都係因人而異嘅。其實對於呢啲高危人士嘅篩查咧，喺美國心臟學會啦、歐洲心臟學會、亞洲同埋香港咧都有唔同嘅學會制定咗有效嘅篩查指引嘅。其實香港唔同嘅心臟學會都有定期舉辦一啲篩查同埋健康嘅教育活動，令到公眾對心房顫動嘅認識有所提升嘅。